来今仔日真欢喜，过来到咱东头这个好所在。我去旧年我是保庇了伊个是一个图书馆，空间较大啦，会当坐较济啦，咱即来到这，咱这是叫来冰山里冰山里冰山里的活动中心即届我会记我旧年是讲台语诗创作，是这档即档我要甲即个台语诗的部分先放咱来讲即个台语歌诗，所以咱今仔日咱头来一个较轻松，较轻松的心情，听我来讲每一条歌，因个歌词的文学是安尼，了后我来办一条我互恁听，我要去了解一下，是这是实啊？即个系咧我已经国家第五场，即场算第六场，因为即场是上大场，我之前一般演讲2点钟久，我按10条歌啊，小概10条歌，即档我有着足侪啦，拢4点钟久嘛，我拢就加差不多2倍啦，安尼。原则上就是一人选一条，一人选一条歌安尼。我上届头前我是想要讲一个后一页，简介文面简介咱只条，OK 过来。我有一个有友来听我的课，手一个2个安尼出来遮是新同学袂歹。一般就是我讲时除了我家己创作以外，我嘛有伫校咧教台语课就是校的台语老师。暗时我有开一个线顶的台语诗创作班。就咱个项目巧啦，伊就是我的项目。伊就是因为旧年听我演讲迄场了来报名伫咧线顶，晓人伊足无简单，开始怎么读诗书，要专攻理论文学即个教一个，这足好个这是足好个物件会当推销咱个台语只要任何一个位置来推销台语。即阮足鼓励足方便，足欢喜因为我较惯练的较拿手的就是创作台语诗的创作。我即届还有加一个散文班，这适当的有时间，有时间就对，我家己小可放松我家己一下来。我咧教现代诗的时阵我有分一种叫。因为咱个诗就对了，诗甲散文甲小说较无共款，伊个文字较密实，阮凝练、精炼、简练，用愈少的字去表达愈侪的感情，还有一种伊就是足注重音乐性，所以人华语叫做诗歌嘛，台语叫做歌诗。就诗甲歌以前斗做伙，一个古早时代，唐诗宋词，伊迄个年代就是，咱一首诗写来，开始一个词写来，就开始唱，伊用吟唱的方式，所以讲我有种诗牌，即种是较毋捌啦，古典文我较毋捌，讲我了解看去，因迄个年代，你只要诗写出来，就是现场就吟出来。因有过程有啥物调整在咧做，所以诗歌是连做伙，台语叫歌诗，伊个音乐性，如果教现代诗的时候，我会讲音乐性是伊个综合性，重复。比如讲咱伊个较古早一寡台语歌是怎啊？即讲万春拢就是即种个态势。即摆今仔日要上海淡水模式就是这音拢会用3大线，
三大个歌，啊无共款。来我因个台法就是，第一句就是第一句三句四，来第二段嘛是照即个台法，第三段嘛是即个台法，这就是叫做排比。排比就是三，你爱共款个结果，你爱三个以上，这个排比。所以排比就是中学时，遐是咱讲读书，叠字卡符，伊主要就是伊也状况去音乐唱出来。尤其咱台语有一个做新鲜的所在，就是咱台语有变调，所以咱咧读书的时阵，比如讲 A B， 甲是 A B B， 读出来的，伊的声就是因为经过变调了，伊会搁加较高音。你若华语的讲三个就会三个音，讲台语的有时毋拿三个音，伊有千变嘛，因为毕竟台语有八个声调。虽然讲是七声八调，七个声伊有八个调，七个声，伊个变化较多嘛。所以来讲你念台语就咱唱歌共款。尤其是我昨昏去做呢，昨去高雄，高雄的图书馆、总馆去听陆航秀老师甲汪家华，因两个做伙演讲，咧讲因咧创作歌曲的一寡心路历程安尼，一寡美感啦，还是一寡观点。你就咧讲，陆航秀老师的歌足多嘛伊的作曲家台湾是张宏达，即个张老师真安尼咱是国王的前贵姓皮安尼，陆航秀老师讲这张老师咧讲陆老师伊的词，就讲第一写出来了，伊用念的，最后旋律就出来啊，旋律出来，伊只是把即个旋律来，伊的时间甲扭转，插起黄角的安尼，来有一个音乐性安尼。所以陆老师伊咧写台语歌时伊足讲究即个音乐性，念出来就要有咱咧唱歌。所以伊是要字字斟酌，即个爱安怎念，即个爱安怎念，安尼起。即种音乐性就是伫咧写咱会晓讲就是咱一般的流行歌曲，无法度一寡作词袂太作曲的，无法通去做到到即点。陆老师伊佫甚至佫有甲文学写佫加去，安怎变成艺术构成？即个我提醒咱的后小摆着，陆老师家己的伊的诗是。我会特别提出来讲一下OK， 安尼就好。当然内在演讲迄就无包括伫咱的唱歌的部分，外在音乐性较是咱伫咧唱歌就有押韵中和谐这主要就有迄种音乐性OK， 安尼就好，安尼咱开始进入咱的简题内底，好来。OK， 我会先经过条歌，因为我先出一张片咱先来小解，较早无谈歌，我经过条起来，这5条也算伫咧演艺较有代表性，我嘛认为讲伊的文学性多点较有，咱第一首就是安平追上去。即算因为我安平人，我台南安平人，所以人讲我菜鸡先，家己所在家己先消化，安平追上去伊的写词是陈达武嘛是伫咧迄个年代足有名一个作词家，伊是作词家足有名，我开始也准定周天王，李仁秋，因即几个拢是。足有名的作词家，其他你应该拢会晓解着因，迄个年代因，即种大家较听，拢捌听过即个老歌的来理解得较大的，我先看，但是讲咱当地也有啦，咱当地也有安尼我拢有去网络掠一寡相片，比如讲即个三达人，下底相片，科照，即科照也足有名的，新青花我想要来考一下，第一，咱唱拢足够唱
咱个论点的无有什么点，捌伫你咱人念啦。咱唱拢足顺哦，你爱先念歌词安尼。来我即个先生，歌词咱念一个吼，来。新春辉昂，一条云中，风吹金花知情浓，情浓尽火引群劝看波通，一起心命两诸红龙，问心难红，君群无地讲。上次剧中海边风，海风无情笑拢浪啊！无知愁人心茫茫。袂歹，真好真好吼！这有时我讲真诶，咱唱拢足好唱，迄个美容伊真走出来，咱就会晓唱，就讲要叫做点诶，有时点无啥有。尤其是我所有我都有改过，我都有改过，教育部的台语用字，所以有时候看无啥共，甲伫溪里尾迄拍着迄字无啥共，即我介深刻啦伫迄个年代，可能较袂去注重抖音即个问题，抖音就是讲咱台语，尤其是咱台语嘛，抖音就是讲你唱出来是，迄个音开始遐个字，甲会经过伊个旋律，伊旋律出来时，伊会甲原底字个意思是无共款的。比如讲来第一句，心情灰暗灯油松，爱叫。伊是安那？心情灰暗灯油松，好像哪比灯油松。一只油做起来，伊会转，这个抖音，转油装，甚至足多啦，足多啦，开始讲拄啥个啊，过叫王春风的同款比如讲王春风，怎有小孩？我袂记有王春风先生较会讲安尼因为这是一个阮安平的故事啦，安平非常强。就是讲，伫个迄阵一个荷兰的医生，应该是400单前吧，迄个荷兰人过来占领台湾，就是荷兰的医生安尼，甲咱安平的一个金小姐因老母，安尼，谈恋爱，真正最切切的，伊等于伊无人安尼，结果金小姐因老母拄有生。生出即个金小姐出来，所以即条歌是金小姐第一人称，伊是写因老爸，安平金小姐是金小姐是第一人称，以伊个角度来写即条歌的，这是作词的啦，作词以即个角度啦安尼，了是即条歌我会记我看过一个版本的电影。真正是安平非常强迄阵我会记是男主角是赵峰，女主角是杨川度的款，迄条是金字旁，还佫一个川，迄个手开是川我袂记，林川较早咱咧做，拍迄个鬼虎，拍几啊故事，迄做安尼，迄个金小姐是一个囡仔，做一个囡仔安尼。迄个囡仔，就是看即出个 MV 拢看迄个囡仔安尼，看到感觉靠到尾伊是有官方的结局啦另外一部真正是花红定角，这就是杨丽花做的，这个无几个知杨丽花做的，迄种乌白电影杨丽花伊是做迄金小姐，伊是做老母也做查某。安尼，袂歹，咱直接来听，这歌词就足熟啊，咱直接来听，咱来听，你会爱复制贴上，咱是来听考照的版本，较早的考照的版本，拢听一段，你也有想听于这个版本
你也看，慢慢 OK。考少唱的，倒音阁愈济，我感觉伊现在会袂出到即个问题安尼。爱动，爱动我是不动。安尼咱来听伊即个版本吼，即较早的录音设备较歹吼，较早迄个年代，搁是咱讲键盘、黑胶唱片、键盘迄个年代。我紧啦，即个听起来，伊即个版本，伊即个讲较好听啦，伊嘛较现代家己，种演奏咯。伊即条歌拢都熟个，所以即条歌就跳袂难过来，咱来看万春吼，这来讲经典，尤其是写曲的是田武宪，邓雨贤，伊足有名迄种这个传讲为着什么4月望雨4月望雨有音乐剧有就做音乐剧安尼基本上我反复的问题后概括数字来，你的唱伊算伫迄个年代是上标、上头标是上高的一个作词家。伫个以前陆航秀老师伊捌讲过一句，伊讲也要写歌词伊希望讲就讲莫遐抽象，所以伊会把一寡文学性的物件加入歌词内底。伫个较古早，比如讲即个台语啦，因即个年代是做战后啦，还有战后迄个骹头因所写的歌词也算较文言啦，因咧写景就有较抽象写法。来讲伫个望春风即条歌，伊做新鲜，又做一个比喻比如讲独夜无看酒店的清风对面吹，17岁袂出嫁，撞着少年家，古人表示因麻痹，向家人主地，想要问伊也歹势，心内大疲惫。内底拄王秀老师讲，耶稣讲啥的真个就是鸭爱占3分，俗的叫7分，讲7分爱通俗，3分爱有一寡雅气，就是较水的，就较有文学性的部分。你啊看，咱第一段对嘛？头前独夜无看手机的一直讲向家人主地，拢是咧讲话尔。就尾仔有想要讲伊惊歹势，心内大疲，即个是诗。叫我现在这叫诗有诱人隐喻，引渡为什么心内会大疲惫？看你讲的小鹿乱撞，爱着某一个人，杀着某一个人，要暗恋伊时，小鹿乱撞安尼。伫个第2段来讲，想要同阮做人婿，意爱在心内，等待何时滚来赛？青春花动看，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卖。到这甲阮咧讲话你歹上尾月娘笑阮望大呆，风骗毋知。这是做
你写现就是即个意象，月娘我当作是人咧看安尼吼，二两花伫遐咧甲阮笑，结果是风吹过来，你进咱着门啦，你弄门啦，毋是伊心所爱的迄个少年家来甲伊弄，互风骗毋知。伊种歌词哦，伊个伫迄阵哦，只做有文学士，文学士所在喏，伫上尾，伫上尾迄个所在，加上文学士，即个。阮咧写诗个讲做诗啦，诗也，是首诗个最高潮，迄叫诗，上重要的一点安尼。OK， 来，咱来听即个红玫瑰的版本红玫瑰，阮兜规家阮拢是凤梨来红玫瑰的版本，来甲我听一段听。先停一下 ，OK， 我拄来讲抖音独夜无看酒店的，伊唱啥是？清风对面吹，清风对面吹嘛，就讲伊差不多吹，对面有一个清风一个叫清风你要吹去对面吹甲吹唔着，吹甲吹，第音甲第声都差一声，一个是吹，一个是吹，早起家袂出家，是袂去做月娘的，袂做尼姑的，就即个抖音啦介绍一下尤其是即种抖音我较早我嘛是听迄个陈明宇老师，伊咧演讲时，伊一直来讲即个问题，伊咧讲歌谣，有时我抖音伊咧讲较好耍啦，我只是掠著伫个照起来伫个咱歌词甲起来底伊也小可，应该讲。咱爱做个唱的人，就爱去拼咧即个抖音。虽然讲伊的旋律是抖音的，但讲咱爱拼咧。比如讲，心情回来等阳光，咱就家己弹。心情回来等阳光，安尼，等个，毋是等个。OK， 继续。我即时拢听一段就好。反正伫较后头讲，即条歌爱全部动车，即个开头爱出来，我就会放全部的来。咱家有诗肝梦花即也是咱。即条歌虽然伊无算迄种概念的流行歌曲，但讲伊也某一个就说较是咱讲的国家一个庆典，介是咧台湾民谣甚至咧表演咧光芒咱叫伊咧变啦。伊虽然伊的传唱度无像讲万春风啦、安尼迄种个遐尼歌，然后光芒花是一条足回首，然后伊是一首诗，伊是一首诗，从头到尾拢是咧写诗。即咱拄则迄歌词无啥，即首歌嘛，我嘛是特别悬，是普遍即款台湾人算名人头人伊即摆伫咧台湾市，我做过市议员，厝是足好去拢会做成事。当然伫咧迄个年代，虽然这就是拢会一寡靠声望靠
安讲呢？写文章的啦，做官的啦，因为甲做伙安尼，哦。官万花，白无芳，白无芳吼，烟火来摇动，无虚华无美梦，写人烧疼痛，世间人忍上添花，无人来探望，手月娘清明光明，笑阮的美梦。在这里啊看吼，官万花是白啊，条无芳，白无芳，烟火来摇动，风来摇动，哦，这种诗的写法吼，伊拢有咧引动，哦。啊，世间人忍上添花啦，吼啊，无人来探望。官嘛要咩讲？咱台语有种啊，这种物件做草芥，草芥毋是讲它用低线，毋是，伊的数量足济。官嘛要，咱安尼路边现在看，就该去爬山看命，一堆，拢官嘛几片的哦，官嘛分足多。你看野后的，盖时啊伊也算，咱一只啊风吹过来，伊的籽。哦，伊个经济找要跑，迄个有几片拢无万岁啊！讲个足草的，哦，伊足好势看，哦，就讲啊，伊个生存能力足强，哦，虽然讲咱台湾人是草地命，咱个生存能力足强，哦，伊草地命是用悲切的意思，个代意是安尼吼，月娘千光，千百公里，照阮的美梦。伊个寄托互一个月娘，咱来看第二段。第一段是地无芳，无芳味；第二段是官万花地无味，生来毋着时。无着晓，无日期，啥人会教？世间事竟花水影，花红有了时，只有风雨温柔摇摆。过阮的摇旗，遐风雨，风到底是爱风雨就像安尼，细汉时就知影太阳公公，足出香，日头就是公公，拢无讲太阳叔叔，那是无安尼，咱自细汉就是安尼，月亮意思月亮阿姨安尼，足奇怪白白拢是日月星辰安尼好啦，伊就种官万花，伊咧写吼，伊头到尾拢有分嘛是伫个，来，官万花地文文，出世在行文，无美貌无青春，啥人来温存？世间情一场幻梦，船过水无痕，多情金波来来去去，换阮过黄昏，完全拢一场世间拢无啥物美梦，但讲还有一个火天哥，火天哥会当来来去去，换伊会当度过一日一夜，就讲人生可能充满着足侪坎坷就讲还佫有天下万物，拢无人伊会照天下万物来安慰人的迄种忧愁也好，不足也好。伊即个第一人称是啥物？就是官万花，伊咧讲官万花即个字名，但搁做大家安尼咧看，所以讲即条我从头到尾就讲拟人化的写法，即条我足欣赏的，伊是其咱所介绍五首的一种较早迄个年代，正当迄个年代的歌曲内底上有讲是即条，咱来听李静美的版本。李静美较早伊一个歌手嘛是嘛是主持人嘛是演员来，我最爱听李静美唱歌，有一条半声到个声音安尼，佫袂出声安尼安尼哇，很遥不可及安尼。
怎样唱的上早唱啊？哦，就这样子，你上早唱啊，所以安边这种建议，大家要唱啊对。即个 MV 也拍得足好吼，看嘛，甲变做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吼，袂歹袂歹。咱来看淡水无息，这差不多是阿美芳吼，伊从伊作曲吼，阿美芳伊作曲，哦，传唱都较悬的，比讲古琴里嘛吼，淡水无息，安尼来，伊的作词家叫做叶准仁，叶准仁伊个迄阵就对啦嘛，啥物甲李林清、周杰伦，伊拢差共迄个年代。写台语歌词写得拢足好诶，伊个歌一写出来，差不多咱个唱到即马，吼，咱来咱看较有名诶，到即马还佫有咧唱诶，咱拢差有一几个写诶词，出来无台湾，出来就真正无台湾，诶，通到即马吼，即个叶准仁吼。啊，伊讲算到我迄阵，因为伊最算伊本身个伊也是歌星啦吼，啊所以。阿美芳讲，就看过伊个，就较侪遐阵，叶准仁，我嘛是因为伫咧网络个就手续的，我才哦叶准仁是写作安尼。哦，阿美芳当然讲，我伫做囝时，嘛是感觉有听到阿美芳咧唱歌吼，尤其到尾啊，阿美芳后说阿美芳出来，拄啊，迄阵我拄大汉，所以我最爱唱阿美芳的歌。来，你来看，日头就要进落西。水面染五彩，哦，叫你讲来唱泥五彩啦，物件，泥性嘛，衫裤爱泥性，哦，泥五彩，哦，啊，来讲唱的人伊阵就唱染五彩，哦，正确的念头啊，是来读个泥五彩，哦，男女老幼咧等待，时阵倒转来。土色流通门放开，轻声诉悲哀。啊，幽怨的心情无人知。即个用景来写情，哦，用景来写情。这淡水无这是足经典的用景，伊所看到的情景，爱来写伊个心情。心情是啥物？咱摕第几啊句？幽怨的。幽怨的心情无人知，啊，即个景是日头要进落西，风风到啊，啊，水面就泥五彩，啊，即个男女拢咧等待，咧等啥物？时阵倒转来，黄昏时啊，因个因翁婿啊，或者是因后生啊，或者是因爸爸，拢伫咧外口咧讨海，怎啊要转来？哦，土色流动门放开，轻声诉悲哀，你等待迄个人伫内底，无单单伫遐安尼。哦，啊，幽怨的心情无人知。哦，第二段话，朦胧月色，白光线，浮出西无山，河流水影色变换，海风阵阵寒。一只小鸟哦，找无伴，歇在船头岸，啊，美妙的体叫动心肝。即个老母讲，伊家己是虽然讲伊心情歹，但讲。加菜，啊，佫有少啊，摕手歌来加陪伴，哦，即个唱外口的景，世界万物的景来写入心。第一段是死，幽怨；第二段是心情小可较好小看，啊，第三段呢，淡水黄昏带诗意，夜雾大细雨，哦，已经过啊嘛，哦，日头拢全部拢落西啊，哦，拢落山啊，哦，教堂钟声心空气，相对海面去。屋顶灯光真稀微，闪闪像天星。啊，难忘的情景引心悲。哦，伊即个景是可能是拢较早，迄个年代吼较早是哦，伊咧甲因的爱人啊，吼爱，甲我即个景时啊，伊想，但我已经离开啊啦，所以屋顶的灯光就真稀微。一个人的心情吼，伊也心情好的时，
石头做头的，路顶去看下，一头够光的，安尼，你心情要顺哦，你着看即摆日头对无？日头安尼嘛是暗蒙蒙，种用紧咧写咱心内迄个心的情景，心的情景一般诗人咧写就是甲即个景写出来，伊是咧代表啥物？伊是咧代表诗人的心情，所以伊的喜怒哀乐拢表现伫伊的文字内底。像即条歌就是安尼。咱来听，伊原计是有两个版本啊。我想讲，咱来听阿明峰的版本就好吼，阿明峰的版本。哎，有打算再跟中产合作吗？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出现后呢？这是红米风的版本吼。你搁是要放的吼，是时间上。我按算讲，这5条老歌算一个段落，你也就差1点钟的时间吼。咱1点钟，咱有4点钟嘛，咱1点钟了，咱小久无钟，咱去厕所一下吼，开始咱小喘一下，安尼来。秋风夜雨就贴讲出来啦吼，迄个年代就是伊即几个啦，我今仔日所写出来、写出来就伊即几个拢伫个迄个年代拢足上叫，写歌词足上叫。比如讲古标这希望写着人话万日，甲是甲吴志怀，吴志怀就是考什么会花论啊？这就是可爱话论诶，即种古典的作品，来，风周天王周天王以前迄个年代，伊若是教李二章是足好诶文友，但若是我咧写诗，我拢有习惯，讲错话真错，我后日来讲诶，拢是即个无合格，即个无合格，有写诗啦，有写散文诶，有写小说，拢有。尤其是阮台语，阮会做台语，我个讲较行业大花无界度，较无遐明显啦。除非是讲因是真正真实的朋友，假使讲也是因为文化来做朋友就我台湾会做写台语的，所以我台语的朋友足侪。华语的朋友也有，就当然较无讲台语，比较侪。所以周天王啊、李仁秋啊，咱单间做伙，就定会去讲伊写歌词的一寡心境有诶互相交流来，风雨声音了乱秋夜深，时常听见稻滚好悲情。因阮思乡不知何水冷，自分自通幸福未完成。前途茫茫，蜿蜒失光明。我迄阵咧唱即条歌，我即条歌出来唱，我先来犯一个放，我唱个版本。阿明红唱，甲我唱。我有去卡拉 OK 到杨家就听落来。稻滚会好，我毋知呢。
即就是安那，即就是。安尼吼，我毋知影呢。我开始有去，开始讲大滚虾，我毋知这是大滚的虾。这我真正毋知啊，像我大滚较会好。哦，但讲伊大滚虾，伊为什么是好脾气？秋风夜雨嘛，安尼。为什么第一段伊拢无讲什么？第一段开始讲啊，因为孙权希望孙权结识好朋友无败，黄金做来稳住伊。问题出来，反正是对方的爸母无同意，还是讲安怎查囡仔好些，查甫的偏个，还是查甫的好些门当户对安尼，就环境嘛做来稳住伊。所以秋风夜雨也无替阮想，哪通规暝逼阮添忧愁？思思念念，一日如三次。即个讲你心内的一款物件，心内所想的安尼。来，咱来看第三段。风雨凄凉，已经是秋分。来，离开故乡游园一时阵，迄时约束万里上新婚，坚持为你保守阮青春。阮是可比海上的小帆船，泥人看后壁做者比如海上的小帆，浮浮沉沉，孤单一个人。这个秋风遥。因这做白话啦，伊咧做白话，伊会紧做好。而且即条歌伊的美人我感觉够赞。咱先来听，叫红颜红的版本，听伊唱一段，顺道即听我唱一段。我都爱唱歌呢。阮昨去高雄了后，听伊等了后，到暗嘛起小歌。招一个高雄的讲学界的，一个我的先辈，招一个唱歌，去到10分钟唱歌，来，这真正我的偶像。我最爱听首歌，咱放台湾迄个版本，听我唱一下。我听个你要唱我共款往下，共款这个卡我起录的，兼这共款录的，我唱。伊是于谦的版本，到这于谦唱，伊唱即个全部第一老歌迄个编曲拢用心搁再编，足赞的。我觉得不晚了，最少10班有啊，你拄较瘦，即马讲出来。家己播还袂透，
介先生吼毋难，即5条歌是我吼，一个咱讲就是台湾歌谣啦，台湾民谣咱会当。我选较有代表性的，伊的写词，其实我是找即个人，写词的较有代表性的安尼我找即5个出来，第一年年代，伊即5个咧写词拢做雅气，到即摆搁咧唱，搁咧唱因写的歌，尤其是望春风安尼，当然搁有舞也搁足多啦，我就找即5条出来，你讲小等下先小讲5分钟，小讲5分钟了，咱现在搁继续了，就开始对咱个战后，开始台语诗人伊写的台语诗，有人来谱作曲，我一个人拢见一首，算因也算较有代表性，嘛是讲，因即首诗有去感动着我，才是明明结合了足水的，我头一个对战后对老一个一直慢慢消解到尾尾有时间啊对啦，我家己也有一条歌，我家己也有一条安尼，无时间我迄条我就跳过来，袂要紧，咱先小讲5分钟，